阿雄。专家有你话就讲咱出来第五个啦。是，来讲阮节目咧挑战阮的题目，过五关拼奖金上侪35500块，你咋能去哦？来介绍咱两队来宾，我是明星来，阮叫做伙顾台湾，顾台湾啊真正一定爱顾。咱的队长Julie姐，大家好，我是 Julie。是，嘿，今日吼，咱就是安那，你知道，咱两队吼，拢是家己报名来的哦，嘿，拢是报名的。而且吼，安那顾台湾，咱来好啊，甲问了解一下。是，来，阮咱队长。你要讲一个话无？对吼，就是讲，阮今仔日的来宾拢足厉害的，足厉害，嘿，拢是家己报名，嘿，啊，阮这个吼社长，嘿，阮第二位来宾啦，是，阮社长是迄个书法吼，是，毛笔字就好，毛笔字写个真好，来，咱家己，好，来介绍。大家好，我是吴元，即摆是担任咱高雄市国际家园研究社的社长，是，啊，我另外一个兴趣是写毛笔字，写毛笔字啊，咱要推销咱台语文的书法。哦，台语的哦，台语文的哦，用台语来写咱的书法就对了。是啊，今日嘛有载伊的作品来，咱来欣赏一下，吼，来你也看一下。来，做伙顾台湾啦！哦，这里，来，哇，做伙顾台湾呐，哎，这哪水呢？哦，这幸福简单呐，是拢咱台语字哦。早起，嘿，早起，早起。啊，叫我剑道机，伊搁伫西南海岸，伫遐摇把叉。哦，厉害！是哇，其实要安怎顾台湾呢？其实咱的能力顾台湾，就是甲咱台湾的文化吼留着就好，吼，亲像咱台语正字啊，吼，咱讲的台湾话，是咱要甲保留一下。好，来欢迎社长，还吼，来，好来，咱阮大年纪咧，嘿，就是，大家好46届。我是第46届社长，是高雄市国际工商经营研究社，欢迎大家来高雄佚佗。好，欢迎你，搁三个字。大家好，我是高雄社 IMC 的林慧英，慧眼社英雄。哦，是阿雄，我感觉你是英雄。哦，谢啦。是，咱英雄伫遮写字比我较大呢。是哈，我家己有品牌啦，西晋园 C 型区媒体哈，学了关系。沐浴界 iPhone， 啊，尤其咱台湾品牌爱支持，台湾品牌感谢，是欢迎你哦。好，来个三个字。大家好，我是高雄 IMC， 即马担任迄个，就是阮的经营研究所担任那个读册会的李干事。哦哟，李干事，这读了对台语嘛好，人嘛有气质安尼。啊，我叫阿草啊，请多多指教。欢迎你哦，有闲咱来去高雄佚佗行行。嘿，使甲参观。嘿，好来，三个字，换恁这队啊。阮这队啊，阮这队叫做有缘来结缘，欢迎咱队长朱耀姐。朱耀姐你好。朱耀姐啊，嘿。咱伊队吼是人读册人啦吼，读册人。阮这队吼无啥读册问题，阮足够卖物件的啦。哎呦，心理人。嘿，阮心理人，我会甲物件卖出去，赚足钱安尼啦。了解，先介绍安那卖物件。安那卖物件哦。我是林珠优啦，吼，阮兜吼有一个足敖的三姊妹吼，我也甲恁讲吼，莫看伊细细汉呐吼，遮尔啊高水吼，阮这个陈佩萱吼，我嘛是搁袂晓念，你知无？陈派酸，派酸嘛，派酸哦，比我搁较厉害，比师傅搁较师傅的师傅啊，你讲，我讲哦。伊底吼，迄有咱车面顶凊彩讲的吼，阿嬷钱拢摕出来，你知？安尼哦，好来，先自我介绍，再来表演，好不好？来，欢迎。大家好，我叫做陈派酸，我较早伫游览车卖山猪肉，然后即马准备要做演员，不过无作品的人。来，搁三个字。大家好，我叫林娜，我是一位台语歌手，我袂练灯，啊，不过我唱的比讲话较好听。即马要准备我第3张台语专辑，欢迎你呢。好，来搁三个字。大家好，我是阿文，住伫高雄，高雄咧做铁工的，只要是甲铁有关系，我拢会当处理大家服务。欢迎你来呢。好，来搁三个字。你哪一直笑啦？大家好，我叫娇娇。娇娇。唔知影人应该当做迄是臭尾大的搭，但是因为呢，
真几当阮阿公死去啊，迄西公叫我的名叫焦俊云，后来我就知影我这个字叫娇娇，娇娇哦，娇娇娇因为叫焦俊云啊，所以我就想讲好，我终于知影我的名叫娇啊。欢迎你呢！好，今晚今日介绍咱台语国文老师。是欢迎今天的国文老师罗公雄罗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罗公成，台语真心实，接讲恁就有好成绩。好，一定要接讲的啦。爱练习，爱练习啦。好，今日的第一回合资格赛开始。大家来斗句，两队的家庭进行斗句比赛，请家己也是输斗入去空架内底，变成一句有意义的话，就算斗句成功。两队轮流回答，只要有一边的家庭斗袂出来，另外一边的家庭就赢咯。嘿，大家来斗句。你一句我一句。分数安怎算？这回合咱有3题，赢会使得到奖金5000块。哦，第一回合的5000块，先提起来哦。加油哦！好，咱即马手放喺另个顶面，听我讲，请手答，咱都会当试哦。好，手较紧的哦。好，来，上回咱请出题。请问，阮阿母竟然伫安怎，感觉真少年。阮阿母竟然伫安怎死的哦，感觉真少年。是。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好，来这边。给呢。阮阿母既然舞厅跳舞，舞厅跳舞，讲好了，感觉真少年。水啦。舞厅跳舞啦，感觉真少年。老师对唔对？真的是。好，来继续来。阮阿母竟然伫美容室度掉了，感觉真少年。哦，美容室度。有了无？了，色度美容室度啦，感觉真少年呐。老师安尼对唔对？歹势。哦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一定有伊问题？这个字后边应该有一个所在，因迄个所在讲美容不是所在啦。哦。竟然伫。不要紧。伫什么所在做什么代志？咱等下再解说，我先后分数。好，来。恭喜得到1分哦。伊嘛感觉莫名其妙，咱这边嘛感觉莫名其妙，是安怎袂当咧？好，来老师。对，因为咱这句话吼，伊讲伫什么所在，阮阿母竟然伫什么所在，你伫不一定爱真正具体所在，你讲伫网络安怎嘛会使啦，吼，是讲阮阿母竟然伫网络直播，感觉真少年诶。哦，这位人伊个伫遐网络直播，啊，你爱先有一个伫一个什么所在，啊来做什么代志？对，啊你迄个所在无讲出来，安尼就袂当。像对因拄则伊对讲的，因先讲所在，才去讲因咧做什么代志。哦，伊讲伫舞厅跳舞，啊你舞厅就是所在啊嘛。哦，我阿母竟然伫舞厅跳舞，哦，感觉真少年。啊，舞厅出来安尼就无问题。啊，伊这边讲的是无去甲迄个场所讲出来。所以，敢若讲迄个动作，安尼听起来是无套道。好，不要紧，咱11分尔。加油加油哦咱共2分哦。好，来手跟个两个顶面，听我讲，请手台咱市哦。好，来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，今仔日有什么？爱赶紧什么？哦，今日有什么？三个字爱赶紧什么？哦，来咱请手答。哦，来，有诶呢。今仔日有大风台，爱赶紧收衫裤。哦，大风台收衫裤，老师对唔对？安尼啦。嘿，真好，来继续想我来。今仔日有钱票空，爱赶紧来装钱。哦，机票空，爱赶紧来装钱。哦，老师安尼对唔对？安尼啦。哎呦，赞哦！来，今日个想哦。我人想。今仔日有演唱会，爱赶紧去抢票。哦，演唱会去抢票啦。对啦。好，老师安尼对唔对？对啦。来，今仔日有选举日，爱赶紧来投票。哦，选举日来投票，老师安尼对唔对？安尼嘛是无。哎呦，免怎啦？来分数先。恭喜得到第2分哦。嘿，来，咱听老师对啊。来，老师。
因为有后壁伊讲选举日吼，咱若是选举日，咱讲今仔日是选举日，袂讲有选举日。所以这个话句听起来无好啦吼。你若讲今仔日有西北雨，爱紧来转，安尼就会当。迄个后壁迄个是一个名词，伊迄个选举日。那是选举日，咱应该是别讲有选举日，因为迄是选举日，选举日是一日尔啦，袂讲有啥物啦。你讲今仔有粪扫车，爱紧来去拼粪扫，安尼会使。因为逐工发生的代志，你若有选举日足久了一摆，你会讲今仔日是选举日，袂讲今仔有选举日。选举日真紧就变盘，咱分数爱提起来哦。好，好来手搁另个顶面哦，听我讲，请手台咱来人试哦。好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少年安怎食老的安怎？嘿呀，少年安怎三个，好食老咱就安怎？好来，咱请就答。好来，好来，不要紧。少年啊，袂晓想，食老就歹看样。哦，袂晓想，歹看样，老师对唔对？好，安尼当。来这边，有的呢。少年爱食薰，食老酷扫。爱食薰，酷扫，老师安对唔对？安尼是正确。正确。哎，老师你笑呢？来，我这边。少年唔读册，食老唔捌字。唔读册，唔捌字啦，老师对唔对？冇问题。讲啊，来。少年食伤济，食老大口袋。少年食伤济，食老大口袋。哎，听起来嘛，敢若有理哦，老师对唔对？安尼嘛会当啦。好，来这边。安尼就少年高趁钱，食老袂艰苦。少年高趁钱，食老就袂艰苦啦。老师对唔对？安尼有靠了。来。少年爱运动，食老身体勇。爱运动，身体勇，老师对唔对？安尼无问题。来，少年有友好，食老囝友好。有友好，囝友好，老师安尼对唔对？好，安尼嘛会使啦。两分就好来。都是一个模样，互囡仔看到啦。来。少年爱拍拼，食老足享受的。少年爱拍拼啊，足享受。嘿，老师安对唔对？安尼当。我们就讲少年足拍拼，食老免拍拼。来，食老少年食健康，食老无破病。嘿。少年什么健康？健康食。健康食。食老袂破病。健康食袂破病。老师安对唔对？安尼会使。来这边。少年烦恼济，食老头毛白。烦恼济啦，食老咱就头毛白啦。真有道理。少年练写字，食老做老师。练写字，咱食老来做老师。老师，安尼对唔对？这题拼输赢5,000块会互倒一队提走咧。空车袂破病，老师安对唔对？安尼会使。来这边。少年烦恼济，食老头毛白。烦恼济啦，食老咱就头毛白啦。真有道理，老师对唔对？安尼有道理会使。袂。好来。少年练写字，食老做老师。练写字，咱食老来做老师。老师，安尼对唔对？伊若去教模写字会使啦。教模字会使。好来。来，少年无娶某，食老高困。无娶某，食老咱对老高困。老师安对唔对？这可能无妥当。老高困甲有娶某无娶某无关系。对。那是一个个性的问题。好，不要紧，分数先。恭喜得了1分咯！赢！来，咱听老师来解说哦。来，老师。老高窟是咧骂人的话啦。是啦。
啊，咱讲人老国区是讲伊食老以后吼，日子歹过，啊，佮甲人拢袂斗阵，对啦，啊，足个人怨的。对，咱要骂伊个老国区。啊，你少年无娶某，即摆足真侪人吼，因少年是无一定想要娶某，无要结婚的啦。啊，人伊日子到老的时，可能真好过哦。对啊，人伊家己若会当伫少年时有做一寡人生的安排。哦，啊，伊到尾啊，伊食老，伊靠伊家己，伊嘛过得真好。哦，像阮某朋友，伊一世人无娶无嫁。啊，人食老是日子好过，啊，你袂当讲少年啊无嫁翁啊是无娶某，你就一定老高群。迄老高群是咧骂人话吼，一般来讲无一定甲，伊就算讲伊有娶某，伊有生囝，啊，但是伊因为个性的关系，伊可能老高群嘛有可能，无一定甲伊有娶某无直接的关系。好，来，咱先看分数，咱先看咱这边做伙过台湾，得到1分咯。啊，咱这边5元来给，2分哦。哎，好，所以讲这5000伫倒一边呢？5000块伫咱5元这边，恭喜！好，咱个继续哦，今日的第2回合，抢答定高机。抢答定高机，2队派出1个人来抢答，讲出正确答案的人就会当得到分数，隆重进行5条题目。嘿，抢答定高机。台语安怎讲？哦，台语要安怎讲呢？咱这回合就一个外国朋友叫做 Kevin，伊会带咱好来台湾啊，外岛世界看看游览者。等伊当着不要讲的物件，就会转来问大家，台语安怎讲？哦，按分数哪算？咱这回有5题，嘿，分数高会使得到奖金1万块啦！哦，1万块，加油加油啊！是啊，咱这摆是第1位起来哦。是。好，今日个1万块摕起来哦。加油加油！手放在另个顶面哦。先甲分数摕起来是上水的。加油！好，听我讲，请手答，咱才会当试哦。好，好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未认识个你啊，我是伫巴西来 Kevin。我今日吼来到金门呢，我嘛是第一届来到金门呢，哇，总算来到金门。我金门正好这个所在就是金沙镇，啊，我这后边的是啥物所在呢？这就是金门民俗文化村。这为什么遐尔特别呢？吼，因为看卖我后边这吼，你看这内底有几啊间厝，18间，所以这互人合作18间厝。看起来啊，看到一个旗袍共款，足整齐，非常的壮观。山后寺路是伫西元1900年起的，这是金门保存上好的闽南式寺路，算一个总共有18栋的建筑物。伫山后遮还佫有一句俗语咧讲：有山后户，无山后厝。意就是讲，伫金门有可能有人亲像有山后人共款有钱，啊，毋过绝对无才调亲像山后人会当去遐尼啊壮观、遐尼啊壮丽的厝。好，安尼我要来出题目啊！请问闽南的台语安怎讲呢？请问闽南的台语安怎讲呢？是闽南哦，闽南的台语哦。好，来，咱请抢答。是，安怎有问题吗？闽南哦，闽南台语，闽南语的闽南，闽南。嘿，知影就今日试，今日试。你，哦，来，你呐。闽南，闽南，发音算标准的，标准闽南，确定。好，来，老师是咪闽南？歹势，台语唔是安尼讲。来，闽南语的闽南，闽南，你一定有听过啊，闽南语啊。咱拢会讲语，对，安尼啊。想一，都无关系哟。所以的产品无港音。为你带来闽南语歌曲，为你带来歌曲，闽南。嘿啊，来啊哥，台语。歌曲，一般是咱拢讲台语歌曲，是台语歌曲，嘿，台语，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台语？唔是，台语就是台语。哦，是闽南语，是第一位就是安尼，咁袂困难哦，可能是大家无斟酌去听过的音，不过大家拢应该知，是，好，就是压力啦。嘿，来，老师解释。这吼，咱台湾话爱叫做闽南，还是讲闽南？闽南语腔口啦吼。啊，这是因为
其实对这个所在的人是有轻视的讲法啦。是，这个蛮就是野蛮的意思啦。所以过去是讲你南方的人是野蛮人，所以叫你闽南人，讲的话是闽南语，所以有真侪人反对伫台湾用这两字啦。是，啊，咱即马因为咱教育部定的名安称即马是安尼，啊，即马文化部有人建议，哎，即马嘛讲要改做台湾台语，不爱叫继续讲咱台湾人讲的叫做闽南语啊，就是因为这两字，互人会感觉讲，互人看无起，互人歧视。是啊，所以伊这个是野蛮的蛮迄个音啦。是。啊，内面佫一个是唐字，就是表示讲看因遮人敢若唐共款。哦。所以是其实唐是蛇的意思啦。哦，因遮的人原底是有拜蛇的。嗯。哦，啊，咱台湾过去真侪人是对遐来。是。啊，早期是真有人家叫做闽南语，不过即马真侪人是反对这个讲法。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哎，安尼嘛，互人了解这历史，就是因为安尼变来。对。嘿，语言就是安尼变来。对。你捌听过无？闽南语。闽南语。捌听过嘛？吼。好像亲像有，啊，亲像有。咱细汉一定听过啦。是，不要紧，咱佫有4位吧。加油啊！惊啥？紧来来，换人。好来，第2位哦。是。哎，免惊免惊，咱即马吼，这个娇娇女士足紧张的。咱区的嘛足紧张的，你看。区的你紧张啥？我无紧张啊。无紧张啦，大风大风。哎，啊，你即马你紧张啥？袂晓啊，袂晓。我来挑战的啊。哦，一定爱啊。袂晓是正常，会晓才是骄傲，所以免笑啊，正常就好。嘿嘿嘿。啊，区的会紧张无？袂。袂。好，拄拄啊，迄会晓无？闽南语啊。嘿，闽南语啊，无唔对啦，咱学起来就好啦，吼。手放在另个顶面，我讲请手答咱才会当试哦。好，好来，咱请出题。各位观众朋友。即摆互咱来研究看卖哦，闽南式的建筑物的设计到底是要安怎分的？你看卖哦，咱遮后壁遮吼，伊的设计就是亲像一个马背，啊，毋过遮吼嘛有几啊间厝吼，伊面顶的屋顶吼，就是一个燕尾，代表吼内底有人是做官的。啊，若看就是马背的设计吼，这就是代表哦，这个家庭就是一般人的。好，安尼我要来出题目哦，请问屋顶的台语安怎讲呢？请问屋顶的台语安怎讲呢？嘿，屋顶哦。屋顶。好来，咱请手答。好来，开。厝尾顶。厝尾顶。确定。好来，老师，厝尾顶对唔对？正确。哎。来。恭喜得到1分哦。是是，嘿，大家一定对，你看这简单你会晓啊？对啊，你看。会晓。对啊。好，不要紧，来，咱听老师来解释。来，老师。你会使讲厝顶，嘛会使讲厝尾顶啦，意思同款。啊，咱迄个像咱台语吼，一般来讲，悬的所在咱会讲顶啦，是讲山顶，山顶，树仔顶，树仔顶。啊，厝的顶面当然是厝顶，还是讲厝尾顶啊？厝尾顶。讲，是，好，谢谢老师。你要看，无困难啊，真简单啦。好，第3位起来拢免紧张哦。好，来，咱今日换人。哦，拄爱拢真简单啦吼，是啦，对不？阿文厝顶应该知啦，厝顶我知啊。系啊，闽南呢？啊闽南语，系啊，嘛是拢知。闽南语歌曲，对。好，手放在另个顶面哦。加油哦！紧的哦，分数拢爱摕起来，咱这边还未开始呢。好，有缘来结缘的啊。好，听我讲，请手答咱才当试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各位观众朋友。这个王家的这个宗祠的顶冠吼，你看卖啊，有4个物件。这4个物件其实是4只龙，这龙呢就是叫做水龙。啊，这水龙哦有一个意义哦。恁敢知影这水龙有啥物意义呢？请问金门传统的建筑顶冠的水龙，伊会使防止什么灾害呢？是水龙会当防止什么灾害哦？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好，来，阿文。水龙应该是防治水灾。水灾。应该可能因遐的风外岛的风雨哪来可能会较大。你感觉是水灾？你有捌去想法无？阿文，确定我先。哦，好，因为伊的坚持，了解咱无定就是对哦。对。好，来，老师水灾对唔对？还是唔对。哦，了解。咱这边来，阿草。海啸。
海笑，海笑，玉峰海笑，因为金门伫迄个海边啊，海岛，是，啊伊若是迄个大海影的啦，大海影，迄个水量冰心，可能会有海笑这个风险，有可能有这个风险，所以爱甲。你要看一下我的表情无？然后嘿，要改一个无？改一个。要改一个无？好。水会使防止什么？水红会，较袂红会岛。哦。金门较袂有迄个红会岛。火烧厝。火烧厝。红会岛是讲一个人掠讲的时候，伊红会当咧倒啊。所以讲你红的是水量会喷水，较袂红火。哦，红火啦。嘿，红火。好，来我问老师，火对唔对？哦。会使，好，来有分数。有一点第2分咯。来，咱请老师来解释。那较完整的讲火烧厝，会使防止火烧厝，因为伊就是用顶面的梁，咱知影讲梁古早是讲会喷水嘛。对啊。哦，若厝若烧开是梁会喷水，所以伊是用迄个梁放伫遐，表示讲你袂使烧，你若烧我水。会甲你拍花去，因为我有水会当喷出来，所以迄个功能是安尼啦。啊，你刚才讲火当然勉强会使啦，不过上好的是讲会当防火烧厝，防止火烧厝。是。啊，那防火道是毋对，防火道是讲这人吼。咱讲就红啊啦，哦，火咧倒啊，红火咧倒啊，就讲伊足上去的啦。对啊，对啊，迄甲真正的火是无关系。好，谢谢老师。我即马就是红火倒。哦，你即马，我一直咧甲洗目尾，伊连看都无甲我看。我把面拢要揪紧啊！你也不是比如爱看你要创啊，你应该看我才对。对啊，是，不要紧，咱这边已经2分啊，这边还未。加油啦！等下再加油一下哦。好，来，咱今天换人。哦，你甲看，这种画面真古锥，阿公带阿孙仔的感觉，嘿啊，大家拢来学台语，讲台语，赞，嘿，足亲切的，啊，你嘛较笑的。我笑好啊，你笑啊，笑遮久啊，看那家，今日把分数提起来哦。加油哦，爱开市哦。好来，手放在另个顶面，听我讲请手台的时阵，咱才会当试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各位观众朋友，我后壁这号就是王家宗祠。安尼，咱来先看卖内底生产安怎。咱拄则经过这个所在吼，就是1落，哈，我这后壁这号就是2落，加起来哈就是2落大错。啊，即摆我边仔吼啊，还有2间，对不对？全部加起来就是叫做四合院。安尼，我要来出题目。请问四合院的台语安怎讲呢？请问四合院台语安怎讲呢？四合院的台语哦，安怎讲？来，咱请手答。力气啊！你是咧甲社长呛声吗？四合厝。我感觉。嘿，你感觉？四角厝。四角厝。四角就对啊。哦，咱台语无照字讲。四合院，阮常常会听到，你敢知影伊的台语要安怎讲咧？四合院的台语哦，安怎讲？来，咱请手答。力气啊！你是咧甲社长呛声吗？我就唔知。社长，来你讲啊。四合厝，四合院，四合厝。来，我要问看卖哦。好，社长，我问看卖哦。哦，确定哦。你讲啊。你讲啊！你当时学歹啊哈，你可会甲使一下毛对哦。我自信。四合一。哦，四合一。好，来，我问老师，四合一对唔对？咱台语无照字讲啊。哦，迄是华语的讲法。翻答。好，来。妹妹，你是原住民吗？我唔是啊。哦，啊，你有看过四合院无？我嘛有看过。三合院。系啊。哦啊，有人甲你介绍安怎讲无？无呢。哇。我感觉。嘿，你感觉？四角厝。四角厝。四角就对啊。哦。袂歹哦。袂歹呢。
哦，即摆少年人有想着安尼，因为你知影四合嘛，就是爱四角安尼，所以你讲的是四角厝。对。哎呦，真的袂歹哦。嘿，我问老师哦，老师四角厝对唔对？嘛无安尼讲啊。这题哦，较想要淡薄仔困难。因为咱前安尼咧讲这，因为即摆嘛无这种事啊。无咧讲这。不要紧，咱听老师来讲，到底是安怎讲？吼，来老师。咱照传统的讲法哦，这叫做正心护灵啦。嘿啦，正心。中间有一个正心吼，啊两边护灵。啊，伊这是金门较特别，就讲头前佫有一个，咱台湾一般来讲是。就敢安尼尔嘿。就头前啊，甲两边安尼吼。啊，门头前是开的啊。中间有一个大亭嘛，啊亭以前因若有这种厝种大地主啦吼，啊因为册啊会当伫咧拍册啊，对对对，啊所以一般咱是讲正心护灵，正心护灵，嘿啊这才是传统的讲法啦，护灵啦，护啦护灵，大房甲二房哦，护大护灵，哦安尼咱佫了解啊，哦，哎，就带较济某就知影啦，啊对啦，好不要紧，咱佫后一位哦，来今年我啦，好。无唔对，正心护灵，对啦。其实哦，台语有伊足古水的所在嘛，有足水的讲法。的讲法，你看正心护灵，谁会去想到？你捌听过无？唔捌呢。嘿，啊，你捌听过无？唔捌，我连以前演高中的都唔捌讲过一句。是，我捌听过，真正吗？真正你做听哦。唔是啦，阮爸会晓讲，因为进前我才甲阮爸问讲，迄新闻咧报三合院、四合院，你安怎讲？伊讲迄个正心护灵。哦，真正哦。啊，伊70外啦，伊70外。是，迄是老一辈讲法啦。是，啊，毋过哦，即摆咱上重要就是咱这边拢还未开。还未开市。嘿，啊，希望讲Kevin啊。哈，后一题哦，你都教阮较简单的啦，互阮开一个啊市哦，啊，大家当平分安尼啦，吼，感谢Kevin哦，我替恁讲好啊，应该真简单，加油加油！来，咱手跟个两个点名条，讲请就在咱台当市哦，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来，各位观众朋友，我今晚来甲恁介绍一个物件，因为古早时阵吼，咱无电铃对不对？啊。以前的人到底是要安怎叫内底的人呢？因都是用这个物件叫做门环，咱来试看卖好不好？歹势，叫了一个，是不是？我可能要问你一个问题尔啦。哦。我可能要问你吼，你敢知影这门环的台语要安怎讲啊？门环我唔知呢。唔知哦。无紧，咱来问咱观众朋友好不好？好。来，请问。门环的台语安怎讲？请问门环的台语安怎讲？是门环哦。好，好来，咱请手答。哎呦，不要紧，咱试看卖。猪油纸啊。门圈啊，门圈啊。哦，好，确定哦。确定。我来问老师哦。门圈啊，会当哦。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门圈啊？这个。恭喜得到1分哦，开始啊，开始啊！好，来，咱来听老师解说。好，咱讲门圈啊，拢会使啦，因为台语这个啊，有时有的所在会讲，有的所在无讲。啊，门圈就是伊圈就圈啦吼，就是圆的啦。哦，啊，咱会当用伊来敲门啦。哦，啊，有时有的人嘛会当，你若真正要不爱互人入去哦，嘛会当用一个锁甲两个。甲锁起来。哦。啊，一般咱是较无咧安尼用啦，一般就是真正就是咱拄则讲的叫门用的。即摆上重要的分数，来咱请回。两位队长请回。来看一个咱的分数。是。好，来先看这边。是。阮做伙顾台湾。得到2分哦。啊，来，阮这边有缘来见。毛1分哦。所以这个回合的1万块你倒位咧？伫咱的做伙顾台湾得了1万。啊，咱来继续哦，今日第3回合斗阵拼输赢。斗阵拼输赢，拢总有5条题目，2支家庭10个人斗阵上台回答，若是答唔对就会失败。进行5题了，最后生存落来较侪人的家庭就赢咯。是，咱这个回合就敢3个答案 A、B、C， 没错。今嘛都爱看，真正爱拼输赢哦。爱使讨论哦，吼，爱想清楚啊！啊，听我讲，
咱试答案的时阵，咱紧的来试，唔通生气哦。生气会互看到哦，哦，对，跟咱做正共款哦。好，来，我要出题啊，小伟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倒一间国营的企业是台湾上大的地主，伊有超过5万公顷的土地哦？A. 台糖 B. 中华电信 C. 台湾中油。好，来，恁有10秒的时间，紧来讨论。哎呦，大地主哦！大地主哦，到底是台糖，还是讲中华电信，还是讲台湾中油？哎呦，好来，加油！这个简单吧？哦，是啊。简单想嘛知啦，啊，不要想买事啊。 4、3、2、1，好来，哎呀，时间到，车骑转来，车骑转来，来，咱车试答案。车骑落。好来哦。 这边拢 A 5个拢是 A， 好，来这边是 CA。我来问阮的社长，嘿，社长你选 A， 台糖。台糖哦，因为我迄个，你咧台糖讲，我带你鉴定哦。哦，鉴定。足奇怪，那真正大的，问讲这土地上的台糖。哦。啊，去迄个啊，迄个魏文边啊。嘿，迄片。魏文边啊。起一个迄个主题，嘿嘿。是。后要起后咧，你们问台糖嘿。哎呦。所以吼。 死叫买袂去，是，这人问先摆敢若较对哦，吼先摆就较知影吼。好，啊那咱这边的吼，台糖敢若真正连台北问到的哦，阮另外路遐问到嘛是拢台糖的。哎呦，我感觉是台糖。伊的重点是阮林奈路。我来开玩笑，你伫遐问到啊？台糖的。嘿啦，不是林奈路遐啦，是后壁啦，吼，是。啊那咱是，嘿，你敢若是。 因为中油嘛算台湾做大的企业啊，我感觉会当信一遍。哎，拢无人要相信中华电信，因为是买会才变大间的。哦，安尼哦，好，咱来看者，正确的答案是。5条命留落来，这边4条命。其实哦，对日本时代开始啦吼，日本人迄当阵因有一个政策，就讲。 工业日本，啊农业台湾，所以伫台湾吼，就是要杀农业。啊农业吼，咱台湾的农产品吼，伊当然会当外销，是讲再等去日本卖吼，主要有3种物件啦吼。一个就是糖，一个就是米，啊，搁另外一个就是茶，哦，种茶。啊，这3项物件是咱台湾外销真要紧的农产品哦。啊，这个台糖吼，就是种甘蔗，因为伊要种甘蔗做糖。 所以有足侪土地拢咧种甘蔗，对南到北，哦，像讲你伫南部、中部到宜兰，抑佫有台糖的这种甘蔗园。啊，即马当然拢做其他用途，因为即马台湾无啥咧做糖啊啦，因为台湾做糖袂好。但是若土地来讲吼，即台湾糖业留落来的土地，到即马抑佫足大的。哎呦，哦，所以讲台糖是咱台湾上大的地主。来，请试后一题，咱佫继续哦。好，来上个咱请出题。 请问，火车原本伫咧10点应该就要进站嘛，但是吼过到10点半，火车还佫未到，这是什么款的状况呢 ？A. 5分 B. 2分 C. 慢分。我是用国语来想。误点就是唔是故意的嘛，无设定就是5分。因为耽误我分时间啊。哦，耽误你的时间。嘿啊，5分对啊，因为误点呐。是。 我嘛是用台语的国语的想法啦，这是2种思考啊。好，咱来看正确的答案是：火车比按算的时间搁较晚到站，请问这是什么状况呢？定10秒的时间。哦，火车到底今日讨论咯，到底是5分还是2分还是慢分咯？来讲，4、3、2、1。好，来，时间到，咱啊，请回，请试答案。请试。哎呦，这嘛是有无把握的时阵啦。是。这边是 A，C，3个 C。 2个 A， 吼，啊这边是 CCAA， 哦，2个 C， 2个 A， 来问这，你选的是5分，因为我是用国语来想。误点。哦，嘿，就是5。
这嘛是有道就是理呢。不是故意的嘛，就是不小心的啊，所以应该是无说理就是5分。研乌掉，嘿，啊那阮区的，那想慢来慢分。嘿，啊那伤早来早分，所以是慢分。慢分。你有坐过火车吗？有较早囡仔时阵啊，即摆坐高铁啦。哎，对。高铁拢袂慢分。较早听过，你赶火车，你花莲要赶去宜兰上课的时阵，又甲伊讲，你的火车慢10分钟。广播电台有来，所以讲慢10分钟，钟，你就感觉是慢分啦，是慢10分钟会来啦。是。哦，是。啊，那咱的只有一个是 A， 因为耽误5分时间啊。哦，耽误你的时间。嘿啊，5分，对啊，因为误点呐。是。我嘛是用台语的国语的想法。是。啊，咱来看一下，就讲 A 跟 C 尔。好，咱来看正确的答案是。C， 好来，哇，麻烦 A， 嘿，替我试一个失败，咱休困一下哦，吼，啊，C 拢卖叮当，嘿，来。啊，咱台湾吼，伫日本时代吼，就当然其实是清朝开始就火车，不过咱即卖的这个铁路大部分是日本时代做好的啦吼。是。啊，日本人咧控制时间是足严的，所以咱若去日本吼，就知影讲，迄日本的车吼，真少会较慢到的。对。所以咱若差几分钟啊，就足严重啊。所以讲慢分啊，唔要到点。啊，华语是讲误点，因为到国民政府来以后吼，迄火车慢的有时会慢咧1、2点钟。哦，所以叫做误点。啊，不过咱来用台语讲吼，唔咱来讲，拢讲火车慢分，因为拢感觉讲差几分钟啊，就足严重啊。对啊。所以讲慢分就真害啊，你无可能甲慢到点去。啊，咱嘛无去用5啊，因为5会造成误解，就讲5分啊到6分7分。对啊。哦，啊，所以咱一般是袂讲5，会讲慢，所以讲慢分。慢分是咱台语固定的讲法。好来哦，好来哦，拼一哦。上回咱请出题。请问“赤乌鸦喙”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 ？A. 讲一个人喙特别歹。B. 原住民成年的时阵赤面。C. 做壁画风小人。好，来，恁有10秒时间。嘿，赤乌鸦喙。赤乌鸦喙哦。哎呦，这喊你听到呢哦。来哦，10秒了。4、3、2、1，好来，时间到，时间到。来，请回，请回。哦，来，咱这边是 A B A， 哦，啊这边是 A。哦，是，我来问一下吼。来，咱社长特别歹。乌鸦喙就是，迄个喙哦，讲出来可能拢无啥结调的话。是。哦，啊，这个面赤乌鸦喙，讲这个人哦，讲话无好听安尼啦，讲歹话安尼啦。哦，嘛有道理哦。是。吼，啊，咱的苦先生，乌鸦喙是形容人的喙无好听啦吼，是讲话无好听。但是你家己赤，我咧想讲是咪原住民当初是赤迄个形，亲像乌鸦喙的形安尼，所以赤乌鸦喙安尼。赤乌鸦是。好，嘛对哦，嘛有道理哦，吼。好，啊，那咱这边林娜，本来是要选 B 啊，去原住民，啊，毋过赤乌鸦喙的吼，敢若有2种尔呢。泰雅族，啊，甲那少族，其他就无啊，所以毋是全部，我就删除法啦。是，咱来看一下，正确的答案是。B。这个讲法不是原住民家己讲的啦，是咱汉人讲的啦。对啦。啊，因你去赤面哦，因到年岁大，伊当然拄来讲，不是逐族拢有少数族群，因会安尼做。啊，因安尼做的时候，咱算迄个时代汉人哦，是甲因讲歹听话啦，讲因那赤甲呢，敢若足歹看的。啊，当然咱讲乌鸦喙伫咱话内面是讲乌鸦喙，见讲都对，是讲伊拢讲歹话，啊讲出来拢会真正足声的安尼哦。啊，所以这个是歹话啦。啊，就是讲咱伫迄个时阵，算汉族的人看因无起，所以甲因讲因咧赤面。啊，嘛有人讲伊赤鸟喙，还是讲赤乌鸦喙，就是讲面创甲呢，咱讲伊歹看啦。这是过去的风俗，啊，咱嘛是过去的人讲因安尼叫，啊，毋是原住民家己讲的啦，是汉人去讲因安尼做是赤乌鸦喙安尼。谢谢老师。哎呀，够了解啊，吼，来。咱来看一下分数，咱先看咱这边的哦，作为顾台湾，够1分，恭喜！嘿，啊，咱这边有缘呢，啊，剩一个爱心嘛，歹势啦。啊，咱拄
拄啊咧做伙这边，顾台湾这边是奖金偌济？头拄啊吼是1万块，1万块，即马搁得到2万块，所以加起来有奖金3万块。是，啊那这边不要紧，咱来看应该袂当个3万块，摕倒转去哦。好好，进来咧，小玉我来摆。俗语我来排，当中有5组的题目，大家轮流甲正确的俗语排出来，出的票数就会使换做现金，1票1000块，奖金就互恁全家揸转去。嘿，俗语我来排。全家抢奖金！哎，奖金偌济即马？即马奖金有3万块啦，恭喜！3万块就是有30秒。是的。我敢不够？应该无够，因为一开始就靠秒数。加落去，佮加30秒变60秒，好不？好，来摆一摆。第一位，第一位手弟姐，嘿，一摆，第二，可以看。第2位、第3位，哈，拢他讲哦，摆一摆哦，摆一摆。嘿，好来哦，来，一摆我要开始啊，好，来，咱请开始。十念大家出什么新妇？十念大家出什么新妇？慢，嘿，好，正确，我来，回上头什么？回上头什么？三步，我正确，来，歹点出好顺，好点出什么？好点出啥？出什么？出什么？拍点出好顺，好点出顺，啊，不是双顺，哎呀，继续，好点出什么？好点出，给你哦，出，给你，来哦，出你这啥？啊，来，轮顺，啊，无去讲来，这里，顺，慢些，给，什么？轮，好顺，好点出，好顺，慢些，给，好点出什么？轮，哦，给，叫下啦！哎呀，出这题，哎呀，这题，应该那到第3题啦吼，咱讲这3题就好啦吼。10念大家出万倍新妇，这句我想真简单啦吼。大家想10念吼，逐工咧念到尾啊，新妇变足万倍咯。无听你咧讲，伊拢无咧甲你听啦。对。吼，过来花石头掠杀母，这是讲无可能的代志，因为花想无头毛嘛吼。啊，你若要生杀母，因为头毛真长的人，所以我囡仔时代还佫有查某囡仔会生杀母啦。啊，若生杀母吼。会头杀母，啊那头无好就甲头毛剃甲对，哦，安尼伊就袂有杀母啊，哦，所以规上头就无杀母，讲迄是无可能的代志，哦，过来，歹德出好顺，好德出啥物？出骨论，对，啊，啥物是骨论？骨论就是足歹的德顺啦，哦，这是咧讲哦，爸母虽然无熬，不过囡仔真熬，咱就讲伊这是叫做歹德出好顺。因老爸做罗麻，结果因后生做旧，读甲朴素去。哦，安尼讲这是歹德出好顺，啊，倒变过咧，老爸老母足熬的，子孙足含慢，咱讲这好德吼出骨论，啊，骨论就是足歹顺，哦，叫做骨论。哦，好，谢谢老师。哎，安尼嘛，互咱了解意思，知影意思啥，以后咱就知影这句是什么货啊。对啊。好，来，咱即马先看一个啊。看一个人，大家拢笑头笑面，真好，看一个嘛是恭喜啦，有算过啊啦。对。好，不过无得奖，咱嘛是爱来去颁奖。了紧啦，咱无奖金，咱嘛是爱颁奖啊，要颁什么奖？通啊，互你宣传呐。是，来咱这边高雄的朋友要宣传啥？讲一个。咱这个社搁讲一遍。嘿，咱这个社什么社？国际工商经营研究社。是。简称叫做高雄 IMC。哦，我是一个学习成长型的这个社团。是。伫全国，我有14个分社。是。啊，对于这个，我每一个月拢会邀请真有分量啊、真有名的讲出来甲阮演讲，提升了大家。这个规个经营工商的能力，是啊，会当对大家社友的经营生意啊，会当趁钱有帮助啊咧。真好。啊，那咱这边吼，不要紧，咱无奖金嘛不要紧，咱过来报名就好啊，嘛是一个宣传一个啊。就讲恁仔要出唱片啊。是。近的时阵，伫年底的时阵，我第3种的
台语专辑会正式发行。哦，第三机会啦，第三机会会正式发生啦。发生拢会使啦，就是要发啦。有啦，嘛是一定会发生的啦。对啦吼，是啊，毋过拄则吼，咱拄啊算的迄落俗语我来排，恁拢无无算着吼。不要紧，互恁试看卖好无？因为我甲你讲哦，因为阮有免费的 app， 嘿，啊，你通去阮专家有地位甲download落来，嘿，啊，你就通你厝的家己安尼佚佗。来哦，一关过，好，来开始30秒哦，2、1，开始。好来。目睭安怎人上着？目睭金金，唔是另外两字金金，哦，好来，第二位，过来，无好，继续，好来，哎，好来，来，金安地，金安地，正确过来，无是本，无是本，这关算就得个。安尼就有分数，你就通去后一关啊，啊无奖金，啊若真正练完了，你甲逐关拢过，就通来阮遮报名。没错。好，来，今日来谢谢咱的国文老师。感谢咱的罗公行罗老师辛苦了。谢谢。专家有地位，到顶变的意，互你逐工拢欢喜。再会。谢谢朱佑姐，谢谢拍帅，谢谢琳娜，谢谢阿文，谢谢嘉